香港製造嘅 Health Chair ZC1 由碳纖維製成，重量為18公斤。我哋嘅碳纖維 Health Chairs ZC1 可喺3秒內摺疊，並且可以輕鬆咁從各種車輛中存放同埋取出。佢嘅設計初衷係令到所有人都可喺城市中穿梭，憑藉佢驚人嘅敏捷性同足夠嘅力量，大家可以睇到搭載唔同嘅交通工具係幾咁容易。Health Chair 保證安全舒適嘅城市移動體驗。佢亦都好適合航空旅行，航空公司都可將佢免費寄艙。佢確保你可以暢通無阻咁環遊世界。憑藉其440瓦嘅強大功率，可以20%或者12度嘅坡度下進行爬坡。如喺平路下，更可以續航長達30公里。以下係我哋嘅 Health Chair ZC1 嘅一啲組件，前後懸吊使 Health Chair 更加穩定，行走時令用家更加舒適。碳纖維主框架有助於提高整體安性，數碼化控制器增強控制體驗。座椅下方仲有11公升嘅收納空間，輔助輪確保唔會過度向後傾斜。全覆式輪蓋易於清潔，可摺疊手柄令佢埋抬更容易，比用家工作同埋用餐都更加方便。藍牙加密無線遙控器，允許護理人員從背部控制 Health Chair， 無需用力推動，甚至可以無線遙距控制。特製嘅 Air Cushion 空氣坐墊舒適耐用，易於清潔。有別於一般嘅坐墊會吸收體液同埋汗液 ，Air Cushion 快速乾透。而家購買更享有5年保養，信心保證係你最好嘅選擇。